所以呢場波咧，我有理由相信咧，荷蘭咧就算作客情況下咧，肥蘇足球世界今日又嚟啦。咁啊，今日咧正值係肥蘇嘅牛一，睇下我啲運氣咧又會唔會帶到俾大家啦？喂，今日咧就承接琴晚啦，繼續講歐洲區世界盃外圍賽啦。咁啊，琴日咧挪威好輕輕鬆鬆鄧子峰咁啊搞掂啦。喂，3-0啊！上半場已經3-0喎，大炒意大利。如果唔係下半場有啲收姜咧，下半場繼續入添啊！好啦，今日咧嚟到 G 組賽事啊，咁啊講一場咧就係荷蘭咧將會作客咧就係芬蘭嘅。嗱，由於咧又係要打歐國聯啦，所以荷蘭咧就要而家先至正式開展佢哋嘅世界盃外圍賽啦。但係芬蘭打咗2場噶啦，1勝1和啦，咁但係又即係老實講嗰啲都唔係咩成就啦。嗱，作客激戰之下咧就和咗立陶宛2-2，攞翻1分。咁啊跟住咧就另外就作客小勝馬爾他攞3分。但係其實呢一組咧最主要嘅即係我覺得荷蘭咧最主要嘅敵人咧或者最頭號敵人咧就係波蘭啦。芬蘭又點咧？芬蘭其實大家可能冇咁熟啦，而家就由呢個丹麥嘅領隊咧費爾斯帶領啦。但係老實講呢班波咧其實佢骨幹主力咧大部分都已經老化，有啲甚至退咗役㗎啦。好似今場波咧正選門將咧35歲嘅夏迪奇咧就呢場波係佢第100場代表國家隊㗎。另外前線嘅佩基亦都係35歲啦。普恩柏路咧呢個稍為年輕少少嘅前鋒球員主力咧都30歲嘅，所以呢班波嘅實力啊各方面老實講點樣同荷蘭困啊？相反荷蘭咧正值咧就當紅啊，即係有組紮球員突然間冒起啦。啱呢2日嘅消息咧就係連積達斯咧由 AC 米蘭將會轉投曼城咧7000萬歐羅嘅成交啊，咁啊亦都打完呢場波跟住即刻飛過去曼城驗完身再歸隊咁樣嘅。咁所以咧正值如果你睇啦，連積達斯咧中場。咁啊，另外利物浦過4個球員喎，利物浦而家有4個荷蘭球員咧，費林波啦、呢個加普啦、雲迪克啦、加雲貝治啦等等，再加埋法蘭基迪莊啊，或者由巴西即係翻到嚟徵召嘅迪比啊，再加埋高大佬嘅突然間嚟個曼聯嘅霍斯啊，所以而家荷蘭隊咧。你話佢冇人咩？佢又唔係冇嘅，其實佢都有多面手嘅。譬如甚至喺國際米蘭嘅鄧菲利斯咧，亦都係一個相當後上能力幾強嘅球員。所以你話呢場波咧，尤其是喺歐洲區嘅外圍賽第一場，荷蘭隊我相信呢場波要贏真係唔難嘅，甚至亦都要攞分數之餘攞入球啦、立威啦、建樹，甚至佢哋內部競爭都好激烈㗎嘛。所以呢場波咧，我有理由相信咧，荷蘭咧就算作客情況下咧，都冇問題嘅，可以大勝一場嘅。呢場波亦都係今日嘅最主要嘅一個嘅心水啦。另外就當然啦，文字版啊或者其他廚房方面都繼續有良好戰績啊，所以大家記得繼續支持我肥蘇啊！